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优先带你来看114年全国基层体育有功团体及个人表扬大会在金门县立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体育推手齐聚金门，共有65个奖项颁发给长期致力推广基层体育的团体与个人。今天我们齐聚一堂，不仅是为了见证荣耀，更要感谢所有在体育推广、人才培育与全民运动发展史上。金门县立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县市的体育界代表齐聚一堂，参与这场1年1度的体育盛会。活动长11届，已成为国人从事海上活动必选之一。中央与地方贵宾莅临，展现对基层体育推广的高度重视。其中，基隆市政府办理多项体育活动，荣获社会体育有功团体奖。我们全国22个县市，金马、台澎都有来。我们基隆市也有好几个机构单位。基隆市政府是唯一22个县市获得我们体育运动部的表扬，还有我们的柔力球的主委李淑珍，还有吴明达，很多基隆的工作人员。我们希望说，我们基隆体育会再好再强。在这里也感谢基隆市政府常年对体育的支持爱护，才能让我们的教育部来选拔为全国22个县市唯一的得奖县市政府。谢谢我们县市长为基隆体育的付出，感恩。今年共颁发3大类奖项，包括杰出贡献奖、推展社会体育有功团体奖及个人奖，总计65个奖项。其中，基隆市荣获多项个人及有功团体奖项。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个奖项。我想强国必先强身，运动久久，健康久久。今天来这边，得到这个奖很开心。我会继续，让我们货盟狮子会继续为体育会做点贡献。真的得奖很开心，我会继续为我们基隆市打拼，来为我们的全民健康来做努力。继续每年都办一些有意义的活动。真的很开心，是因为我们全体救国团的志工伙伴们参与各类大大小小不同的社区健走运动爱台湾的活动。运动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透过运动可以连结的社区凝聚向心力，让我们健康久久。大家可以用运动多流汗，有益健康。很开心，我想今天仅代表基隆市对于体育有贡献的人，我仅代表他们来领奖，很高兴，谢谢。这一项活动已经有近70年的历史，是国内体育界最重要的荣誉之一。今年特别选在金门举办，展现战地精神与体育精神的完美结合。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为了改善公馆圆环交通问题，台北市政府9月13号起进行罗斯福路与基隆路口的交通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捷运公司也推出了乘车优惠，鼓励民众多搭乘，有效降低施工期间所带来的交通冲击。9月13号将展开的公馆圆环拆除工程，主要工程将施作到10月底。为了减少施工期间道路拥塞，台北市交通局除了加派警力疏导交通外，更协调台北捷运公司推出乘车优惠活动。9月13号起到10月31号期间，每天上午6点到9点，以及下午5点到8点2个时段。民众只要搭乘松山新店线万隆站以南，包括万隆、景美、大坪岭、七张、新店区公所、新店及小碧潭这7站，到另外其他车站，当月扣款金额加总后，可以享30%的回馈金。下个月5号发放，可到捷运车站询问处旁票卡查询机靠卡领取。这个方案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说，我们捷运新店线沿线的民众可以多多来善用我们这个捷运，那因为这捷运的快速，事实上可以让民众更能够避免在交通这个产生的冲击里面，产生一些困扰。那整个时间会从13号开工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这段时间是主要的施工期，比较影响比较大的期间。从9月13到10月31。
每天会有2个时段，早上的6点到9点，晚上的5点到8点，在这2个3小时的时段进站的旅客，那它的条件是持电子票证搭捷运的，只要它的其中的一端是在松山新店线万隆站以南的这些站一直到新店，包括小碧潭。那原因是因为公馆圆环是个交通的瓶颈，所以在这一段的部分是其中的一端，那另外一端在其他的车站。那这样的一个旅次，当月份的消费金额把它加一加，扣款的金额我们回馈30%，然后领取的方式呢是当月会累计你的消费金额，4月5号起，在所有车站的查询机。可以看到，在询问处旁边有一台查询机，这个26寸的萤幕就是还蛮大的。你只要把卡片放上去，它就会自动帮你计算上个月符合条件的搭乘的一个金额，它会计算30%无条件进位，就是自动加值到你的卡片里面去。台北捷运公司经营企划处处长胡正伦预估，这项优惠政策推出后，使用人次可望增加1成，约3500人左右。新店线的运能大概就是约占6成，平常日了，所以就是它还有个约4成的运能可以增加。那例假日的部分就是现在大概只有使用4成多的运能，所以就是平常日或例假日都还有约1万的一个空间，可以让人们来搭捷运。所以我们优惠方案大概预计可以增加多少人去使用？刚刚就是有提到说，现在就是每天大概我们算了一下，平均大概约3万，我们预计可以希望拉1成上来，所以每天希望多拉3000多人次。台北市交通局强调，公馆圆环已经连续7年成为台北市热门肇事点第1路口。将先丰田地下道再拆除圆环，并改为正交路口，预计11月下旬完工。改善后，可望减少6成事故的发生。只有那个公车专用道在这段期间封闭，那以后原本走地下穿越道的这个公车浮上来，其他的前导动线完全没有变。那以后就不是一个环状的那个绕环，而是跟一般正交路口一样，可以机车可以直接我们现在有设计3处是可以机车直接左转，以前机车是要绕环，那公车也是可以直接就左转，现在公车是还要再绕环，所以可以看到圆环里面有绕环的汽机车、公车常常交织在一起。我们希望把这个乱象，把这样的潜在的风险能够降到最低。至于为什么只针对这7站提供乘车优惠，北捷方面解释，这次封闭施工是新店地区往返台北市的主要道路，因此提供这7站乘车优惠，希望鼓励民众多多搭乘捷运，减少交通冲击。北捷也说明，包括进出站都在新店站与万隆站间，以及使用单程票、1200元定期票皆不适用，提醒民众注意。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高雄轻轨全线通车已经超过1年，当初最具争议的大顺路段被批评可能造成塞车与事故增加。不过，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事故率与死伤人数分别减少近3成，显示市民逐渐适应新的交通样态。大顺路段上的轻轨列车穿梭在汽机车之间，这已经成为高雄日常的城市风景之一。在启用初期，常会有大顺路变得不大顺的声音出现，而距离轻轨成员已经过了1年多，经过多次调整后，这条路有顺了一些吗？要跟什么时候比？跟没有轻轨前比？当然是不可能啊，车道都比较少了，怎么可能？对，可是问题是现在应该周边有一些多的道路。把它导流出去，所以其实也没有像一开始那么难开或难起来。高雄轻轨在去年元月成员，全长约22.1公里，今年上半年运量达到了37000余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长了1.8%。其中大顺路段因为行经人口密集区，建设起初引发了不少质疑，外界普遍担心路幅缩减可能会导致事故频传。通车前和通车后，整个事故受伤的人数、死伤人数大概减少了30%。在通车前的话呢，每年的死伤人数大概601人，那通车以后呢，已经下降到425人，降低了接近30%。那这是一个很显著的绩效。我想有一些汽机车的使用者转移到使用轻轨，
那这样的话，当然我们的公共运输的安全性绝对是比汽机车还高。那第二个是在车流量减少之下，相对来说道路交通量没有那么拥挤的情况，也提升了安全性。根据交通局统计，大顺路段轻轨营运之前与启用后的数据对比，事故率与死伤人数还分别减少了28%与29%，可以显示出市民已经逐渐习惯新的交通形态，也代表道路重新配置的成效已经开始逐渐显现。你不习惯，你也得习惯，因为你高雄的路就是这个样子，不是吗？那你现在你变成说，你还要有一些大众运输的话，那你也是要有汽车跟大众运输合并的情况，也是要去熟悉啊。我个人感觉，其实如果就开车在大顺路上来说，觉得的确是还算顺畅了哦，因为它其实它的不管是号志的设计，然后整个左转车道路型的设计，其实我们都也已经很习惯了哦。另外我也提到这个，其实随着它的这个大顺路段这个人行道整个的盖好加强人行的一个行人的一个友善的空间之后，我相信这样子更多的民众愿意来搭乘轻轨，一定也可以再更降低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车祸的事故率。城市环状轻轨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交通形态。虽然大顺路不像以往那么宽敞，但透过持续的交通调整与路型改造，事故数据不升反降。但后续该如何持续优化，让更多市民认同新建设，还有待考验着市府未来的设计与规划。记者安君高雄报道。接下来带你来看，位在高雄澄清湖畔已经存在32年的海洋奇珍园，传出将在年底歇业，引发民众热烈讨论。高雄澄清湖回归市府管理已满2个月，是假日亲子出游的热门景点。近日却传出内部已经营超过30年的海洋奇珍园，由于租约即将在年底届满，很有可能不再给予续租，引发民众热议。与其说它是水族馆，还不如说它已经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海洋博物馆。那在这里还要再跟大家分享一点是，澄清湖海洋奇珍园，它目前是内政部海洋教育中心在高雄唯一命列为它其中的一个种子海洋教师的一个场域，很希望这样的一个教育场域跟一个生态观光非常好，跟澄清湖的一个绿会我们高雄市政府正在推广的，能够将来合而为一，将来成为一个可以创造双赢的局面。澄清湖海洋奇珍馆建立至今已超过半甲子，是许多高雄人的童年回忆。建筑本体是于1959年设置的防核子地下指挥中心，后经自来水公司活化整理施改为海洋奇珍园，内设有29座大型水槽，饲养超过500只海洋生物，更有着珍稀贝类及珊瑚化石。有点可惜，这个地方是小朋友可以来的地方。小朋友还没有看过这种比较我们一般在外面看不到的东西。最可惜，我感觉真正爱继续该留的安尼啊。无你收起来真正做无差的，对啊。无咱高雄上近的就是垦丁啊嘛，海水馆个垦丁嘛，水族馆。第一角感觉嘛是袂歹，而且是历史的眼泪啊！如果收起来，真的，做唔甘的啊。所以今日多礼拜带恁仔来行行的多好，会互阮嘛找到童年的感觉。对此，市议员郭建盟也提出看法，认为应该对这些海洋生物的生存提供保障。由于水底生物生命脆弱，经不起搬家的折磨，无法如一般商场退场再进场，建议市政府应该考量水族馆的特殊性质，在换约预约的过程，确保30年鱼虾的生命权，让这个台湾独有核战争防空隧道与澄清湖水生馆的历史与教育意义，在重新换约后继续服务高雄市民。现有的500多种水生动植物，全都是高雄的宝，应该全力守护保存。这座屹立于澄清湖畔32年头的海洋奇珍园该何去何从，就有待市府研议后才能见分晓。记者陈奕轩高雄报道。再带你来看这个受到纽西兰牛乳免关税进口的影响，牛肉的价格每年涨价，因此立委林俊宪和郭国文特别邀集农业部相关单位座谈，要求国家提出稳定肉牛供应的具体政策。来台南吃一碗牛肉汤是必尝鲜的美味，不过台南牛肉主要来自淘汰乳牛，受纽西兰牛乳免关税进口影响，
乳牛数量逐年减少，牛肉汤业者不只面临年年涨价，肉源也越来越难找。在经营上，尤其是今年过年后之后，非常的明显，感觉很难去经营，就是因为这个原材料它供应不稳定，再来就是品质误差也很大，所以大家其实做这业者，我相信大家都有共同的经营上的遇到这些困难，然后过来的是已经预期心理说，今年要起一道，今年一定年初起550，年底要甲你起600，无啥物，就袂趁钱啊，我台牛人台袂趁啊，你卖的人当然是对起嘛，但阮起。我嘛是甲消费者去起。讲即摆目前嘛，部分的业者咧讨论讲，是不是要加休一天吼，甲猪仔共款，咱减少供应量，吼来让这个牛的价数当回转来。啊，毋过这部分吼，我个人的感觉是讲，伊这缺口是愈来愈大，吼，所以这部分特别讲吼，请咱委员来协助，请咱农业部来协助，讲免我解决咱即摆欠牛的问题。到底如何稳定肉牛供应市场和价格，让市场无需依靠酪农业和进口肉牛？对此，立委林俊宪和郭国文在许多议员陪同，邀集农业部共同召开座谈，除了替地方请命，也强调这条永续国产道路一定要走，要求1个月内提出具体政策。台湾的肉农业如果继续萎缩，就没有乳牛，我们就没有牛肉汤可以吃，这个是环环相扣的供应链。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几个主题啦。第一个，希望能够政府能够在未来如何来撑起我们的肉农业。第二个，那肉品目前的减少供应，政府未来要如何处理？是进口那个小牛进来饲养或者是我们也还有其他的方法？就找相关单位一起来讨论。这个是讲，阮会去做精益的迄个进口，交这个胚胎这个部分，这 F1的，这阮会绝对搁继续做。不过，你明年度，既然大家拢有这个共识啊，就爱麻烦您啊，咱来进口咱的肉种牛，来这个也品质之后，虽然这次会比较慢，可是还是要做。地方表示，现在业者已经被迫周休2日来因应，若政府持续无对策，恐怕台南牛肉汤真的会消失。守护台南牛肉汤，国家政策来帮忙。记者顾恩吉台南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新北市政府近日举办新北蛋黄酥竞赛，在创意蛋黄酥组的竞赛中，来自中和在地40年老字号的金桥食品，选用平林蜜香红茶入味，深获评审肯定，从60件作品中脱颖而出。2025新北市蛋黄酥节颁奖典礼近日在新北市府隆重登场。今年比赛分为经典蛋黄酥及创意蛋黄酥2组，吸引近60件商品参赛，每组仅精选出3家业者获奖，竞争相当激烈。其中来自中和近40年的传统老店金桥店里第2代吴凯成，尽管不是烹饪专业出身，但自小在家中帮忙，长大后决定接下家业，让父母能安心休息。今年参加新北市蛋黄酥节，从60件商品中脱颖而出，获得创意组季军。其实我本身是念那个资讯管理系的，很特别。当然是我是那个家里面的2代，然后就是爸爸经营这间糕饼店，将近到现在快40年。对，然后当时就会觉得说这个糕饼其实帮我们抚养长大，然后蛮不容易的。然后也是说，当时每年中秋节就是爸爸妈妈，然后整个师傅、整个公司都非常的忙碌，然后做到半夜啊，甚至有时候要通宵，然后就是会从帮忙开始，然后帮忙久了，想说，奇怪，这个糕饼本来一开始每年做的都一样，都是蛋黄酥，然后都是慢慢一样的东西，然后想说，是不是可以开始跟那个师傅去接触，然后慢慢去跟师傅去一起互动啊，怎么样做出一个新的产品，那就慢慢的做出之后，后面就慢慢有兴趣，然后现在就是在开始慢慢的接班，然后让爸爸妈妈可以早点退休，然后他们可以就是辛苦了将近，他们也辛苦了40-50年有了，然后让他们可以放心的去旅游啊，去放松一下这样子。
吴凯成指出，很高兴能得到奖项，在参赛过程中不断反思怎么样减低糕饼给人油腻感的印象，跟店内师傅不断测试，最后外皮选用类似菠萝面包的脆皮，内馅则选用平林蜜香红茶等在地食材，结合传统豆沙，希望让人吃起来很舒服。我们这次是参加那个创意组的这个比赛，然后很开心可以拿到季军。那当时就是我们还想说，怎么样让现在人会觉得吃这个糕饼可能会有一点甜腻或是油腻的这个感受，但是我们就是跟师傅经过很多次的讨论，所以把这个脆皮，就是很像一层菠萝皮的这个脆皮，它吃起来就是入口就会那种酥脆感，很像饼干这样子。然后但是它就不会有那种传统糕饼油酥油皮的那种油腻感，所以它一口就会吃下去很酥脆。最重要的重点，我们是结合这个新北市，因为我们综合是在新北市嘛，我们想说，多找一些多找一些这个新北市的食材去把它结合到这个糕饼，所以我们特别去找了那个坪林区的这个茶农，然后把它这个茶叶啊，蜜香红茶的茶叶，然后把它一批买下来，然后算是整个茶园就把它买下来这样子。然后这个蜜香红茶，我们还特别选到了市价大概贩售1台斤要大概4000块的这个茶叶，然后这算是顶级中的顶级，然后把它磨成粉，加到这个乌豆沙里面，所以客人在吃的时候，他吃到最后啊，那个茶香会回甘，然后就会很轻松舒服的带过那种豆沙的那种甜腻感，所以就会让客人他吃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层次，从酥脆啊到整个茶香的铺陈都是很舒服的。新北市经发局表示，新北蛋黄酥节将满10年，特别感谢新北市糕饼工会对产业发展的努力。每款蛋黄酥都凝聚了师傅的用心与创意，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让更多人品尝这份传统与创新交融的美味。欢迎民众踊跃订购新北严选优质商品，与亲友一同分享这些结合传统与创新的在地美食，共度中秋团圆佳节。详情蛋黄酥资讯，民众可上新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网站，或来去新北经发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基隆七堵马林地区产的柚子进入采收期，但因为4月开花期的时候，基隆一直下雨，导致现在的结果率很低，产量只剩下往年的1/3。基隆七堵休闲农场进入了柚子采收期，民众携家带眷，不分老少，有人徒手，有人拿了网子，甚至爬上了梯子，要检视1年来认养成果。带小朋友来送，就送了。感觉柚子都很大颗，我们那时候来认养的时候还小小颗的，像小宝宝一样。很好玩，因为别的地方大概都蛮高的，小朋友没办法爬树，这里很低，小朋友伸手就爬得到。今年遇上闰6月采收期往后延，但今年4月开花期，基隆持续下雨，导致了柚子树的结果率低。产量只剩下往年的1/3。柚子在4月开花的时候，就是天天下雨啊，所以它那个结果率非常的低，我报往年的不到1/3啊，所以今年你看每一颗果实都长得特别的大，但是味道吃起来的话，今年的风味很好，而且甜度也很高。虽然产量减少，不过树上挂满又大又饱满的柚子，每一颗比一颗还大，刚摘下来甜度就有10度，放一阵子可以达到12度，也算是小惊喜。下面有皮的话，它就是成熟度有高了，它因为你打开来的话，它会中间那个果肉就会裂开来了。今年比较好卖，价位也比往年高。往年我们1斤像去年有卖30，有卖40的，今年都卖40至501台斤。农场柚子进入采收期，不只开放民众亲自体验，也鼓励民众认养自己的柚子树，明年就能体验采果乐趣。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吃美食哦。高雄苓雅区有间素食专卖店，其中猴头菇面线不仅分量实在，配料丰富，就连汤头都是精心调配熬煮，味道格外的香甜。餐点还没上桌，一阵香味已经飘散开来。招牌的猴头菇面线碗中摆满了各式配料，光是猴头菇就有好几块，不仅分量实在，味道也格外香醇，让饕客们直呼原来素食也能这么好吃。最热销的就猴头菇面线，
猴头菇因为现在外面很少人在卖啊，猴头菇它是属于菇类，比较最高级的就是那个猴头菇啊，我就是去市面上看啊都没有人卖啊，我都想说啊卖那种就是别人没有卖的啊，反而卖得很好。然后那个猴头菇面线那个汤我们自己熬的，然后调味料也是我们自己调的，我们没有像外面说一般用那种味素，我们没有，我们是用昆布粉。曾有40多年素食办桌经验的老板娘，如今儿子继承妈妈的好手艺，将原先在外办桌的生意改在忠孝夜市开了店面，让客人在平时也可以一个人享用素食美味。我本来是做办桌做现炒的啊，因为我儿子他想要接嘛，那我不想让他办桌，我就想说让他卖一些就是比较给人家方便，比较一些就是比较健康的蔬食。我们这边都以那个蔬菜为主啊。你办桌的话很忙啊，我们2个都时常都很忙啊。我不想他在做那么忙的工作，让他卖面的话比较轻松。我做生意做差不多素食，差不多做40年了。那我想说，就是我有赚，那客人也可以接受啊，不要让人家觉得说素食很贵。所以我们的价钱就是一般般这样子啦。小小的店面中，不仅能感受到老板娘对素食料理的用心，也藏着母亲对儿子的关爱之情。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台南是台湾雕主要的产地，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台湾雕的美味，台南市政府农业局与台南老爷行旅再次合作，推出台湾雕与你有约美食节，推出一系列创新菜色，欢迎各地旅客前来尝鲜。为加强推广台南在地优质农渔产，台南市政府农业局再次与老爷行旅合作，举办台湾雕与你有约美食节活动。透过主厨巧手结合优质水产台湾雕，要让喜爱美食客人可以吃到营养又美味的台湾雕料理。我们知道老爷行旅是一个非常厉害而且美食非常多的这个饭店但是呢，台湾雕又是非常强势的。非常好的这个水产料理，所以说强联手，透过师傅的巧手，能够让许多的饕客吃到美味又营养的台湾雕。所以自助餐料理也有，桌菜也有，所以为的就是让许多这个南来北往的行旅旅客能够品尝到台湾雕。那台湾雕，我们不仅是国人喜欢，我们的海外行销，他们对于我们这个台湾雕的料理，以及这个冷冻的鱼，到国外的餐厅，尤其在东南亚那边也是非常喜欢。参加这个食品展的方面，也接到很多订单，因此呢，我们很期待把这个味美又这个 CP 值超高的台湾雕能够推给消费者。台南老爷行旅因为之前在5、6月试推台湾雕料理，受到很好回响。这次扩大规模，从自助餐延伸到桌菜，选择更多元，可说是饭店台湾雕料理 2.0 升级版。我们的第2篇就是我们的台湾雕与你有约。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师傅为了要让大家的味蕾有重新的体验，所以呢，特别用中西料理的手法。那这一次特别推出了我们的这10道菜让大家可以再来品尝。那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的这一个自助餐台，我们的干脆餐厅卖的半自助餐。那除了主菜之外，我们在餐台上呢，我们每天就会有4道的这个鲷鱼料理，不断的这个轮番让大家可以尝试到新的鲷鱼料理。以及呢，我们在这个桌菜的部分呢，预计从8月30号一直到2026年的3月底，我们都有做这样子的一个桌菜服务，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这次饭店餐厅主厨为台湾雕美食节特别推出6道全新台湾雕料理，包括法菜鲷鱼海鲜羹、油淋酸菜鲷鱼、酥炸软壳蟹鲷鱼薯条沙拉、龙须鲷鱼炸虾卷等。活动期间从即日起到9月底，欢迎喜爱美食民众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林莹跟台南采访报道。再带你来看2025台北水舞嘉年华在松山溪口码头彩虹桥开跑，多种色彩的水舞秀，加上音乐与特效焰火，以及120公尺的水舞平台，结合低空焰火，带来水火共舞的震撼演出。熊赞、悠悠曼及悠悠艺人共同带来活力四射的唱跳表演，为37天水舞嘉年华活动热闹开场。第2届台北水舞嘉年华日前开幕，去年首办就吸引了80万人次参与，并且带动饶河街商圈人潮成长近2成。今年活动全面升级创新，不仅打造全台唯一河面加桥面双水舞共演，以及120公尺水舞平台，更结合低空焰火，带来水火共舞震撼演出。去年我们第一次举办，就吸引了累积80万人次共襄盛举，而且也带了包括我们饶河街商圈近2成的人潮，所以来到这边不只是可以看水舞，今天开幕式还有烟火秀，也可以到饶河街夜市尝美食，也可以到我们慈幼宫拜拜，也可以再到我们陈永昌我们五分埔去逛逛采购。我想这会是一场非常棒的周末小旅行。那另一方面，今年我们的水舞，在去年的经验，今年更扩大相关的规模。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拉长120公尺水舞平台，而且我们也第一次，应该是全台第一个双水幕的平台，会有水面还有桥面的演出。另外，我们除了水舞，今天的烟火，我们还有低空火焰，水火共舞，非常的精彩。而且每天晚上有5场的演出，而且天天有水舞，周周有惊喜。所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19号，超过1个月的时间，都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趁着凉爽的夜晚，来到溪口码头欣赏水舞。另一方面，我们上任之后，一直要打造台北成为国际级的水岸廊带清水城市。所以除了我们在溪口码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规划水舞，另外我们包括赏景的平台往外推，我们水岸的阶梯、座椅，还有打卡墙。除了溪口码头，我们顺利完成了改造工程，在上个月，淡水河岸的改造工程也正式启动。所以未来从玉泉公园会有跨堤天桥，然后呢再沿着到大稻埕，再到敦煌码头。所以以后我们不用再羡慕法国的塞纳河，再羡慕韩国的清溪川，也不用再羡慕纽约 Hudson River， 台北就有一个清水的河岸。我们这一次花了18亿的经费，往外推18米，所以未来在这边不止点亮基隆河畔，带来人潮商机，未来淡水河岸也非常的精彩。水舞嘉年华即日起到10月19号，天天有水舞，周周有惊喜。民众欣赏水舞之余，还可以到饶河街夜市品尝美食、松山慈幼宫拜拜或五分埔逛逛采购等。市长蒋万安也分享自己爱吃的夜市美食。饶河街夜市金凤姐也在这里当然，饶河街夜市最有名的就是胡椒饼，我非常喜欢还有很多包括地瓜球啦等等。所有好吃的美食，饶河街夜市都有，对不对，金凤姐？所以欢迎所有市民朋友欣赏完水舞烟火秀，等一下就到旁边的饶河街。那今天我们这一次特别从去年的5月，这一次我们9月份举办所以天气比较不会这么热，然后呢也很凉爽，没有下雨，
所以我们也希望接下来10月份每一天都是好天气。对面也是满满的人潮啊，就是说我们内湖的乡亲也可以从那边欣赏到水舞，还有待会的烟火。所以我们很高兴有这么多市民朋友知道台北水舞嘉年华，我们也希望每一年越办越好。观团局说明，今年以5首流行音乐组曲作为水舞展演曲目，开幕结合水舞、火焰特效、高压水柱与雷射光束，随着音乐节奏层层推进，仿佛在基隆河上演一出千变万化的梦幻声光剧场，让现场观众有多重感官体验。记者温俊台北报道。桃园城市纪录片甄选培训半年的活动，一共完成了10部题材丰富、风格多元的影片作品，并决选出首奖及评审团特别奖。桃园城市纪录片甄选培训历经半年课程以及1对1监制导师的带领下，一共完成了10部题材丰富、风格多元的影片作品，并在专业评审的审议下决选出首奖以及评审团特别奖，由桃园市长张善政颁奖鼓励，也同时宣布桃园城市纪录片影展正式开跑。那么为了能够详实记录这个成长的过程，纪录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所以我们文化局做了几件事情。首先，过去半年我们挑了10位学员，培训他们在纪录片上面的技能。那么今天他们正式的算是结业，同时他们在这个半年期间的这些作品也颁奖给他们。我们选了基础组跟进阶组各一个最好的一个片段，还有一个评审委员的特别奖。另外一方面，我们马上就会开始在9月13号开始，会在我们中坜和桃园举办我们的城市纪录片影展。那么这影展除了我们学员的作品以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好的纪录片来分享给我们所有桃园的民众。那么最后，我们跟基隆、台北、新北，我们办了一个城市4重奏，也是在纪录片上面把4个城市最有特色的纪录片，趁这个时候也展览给大家。我想这个是一方面记录我们桃园的成长，二方面培养我们纪录片的后起之秀。希望这些后起之秀很快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发光发热。透过培训计划，学员们将自己对城市与生活的观察，以不同的视角记录呈现。姐妹均以那里摩西纳很多，你还要回去获得基础组首奖，将自己即将被航空城征收的家园用影像记录下来。他也希望观众能透过他的作品，有了整理自己实际行动的勇气跟动力。因为我们家其实我从小都在听，就是要被征收，但是就是在这几年刚好就是真的遇到了征收，然后还有加上就是妈妈过世的事情，然后就因为我有听到说我们家那边大概在应该明年年底，因为可能就会变成另外的样貌，所以对我来说有一些紧迫性，或者我觉得有一些自己上的心情上的整理，我希望可以在某一个被压缩的时间点上也可以去处理。那因为其实之前就已经有拍了一些素材，加上我其实有录，就是有持续的做艺术创作，然后刚好有这次的机会可以就是把它整理起来，算是整理作品，也整理自己，跟一些想要说但说没办法用说的方式，那就透过作品的方式，可以到更多人的地方去，这样子。希望来看人看，如果手上有一些，或者心里面上有一些心心念念卡住的事情，那他们可不可以透过我这个片，然后他们也有一些，觉得我也有一个勇气，想要去试着去处理。那如果这个片可以让一些人可以开一些口，或是做一些行动的话，那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桃园城市纪录片影展从9月13号到28号，会在中坜光影电影馆以及统领微秀影城登场。今年首度携手双北市文化局以及基隆文化观光局，推出城市4重奏联合主题片单，还有培训计划的10部作品。每次放映完后还有映后多台，欢迎大家来互相交流，感受纪录片的缤纷活力。这赖有一团报道。去年在台南市举办的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吉祥物恒阿喵特别推出 2.0 版，成为月老牵红线的小帮手。另外，猫咪咖啡馆就帮猫咪们穿上应景的道士服及媒人婆服，相当可爱。小朋友起床了，下巴接一下哦。
穿上衣服帽子，这只人气猫咪化身猫道士出巡，不过表情却十分厌世，甚至还兼职猫媒婆。但是怎么直接趴下去了啦？每只可爱的猫穿梭在座位之间，让这间咖啡厅成为农历7月的约会好去处。客人来这边呢，除了疗愈以外呢，可以有猫咪陪伴，然后度过一个平安的7月份这样。台南吉祥物行阿喵这次也因为七夕化身成月老小帮手，调皮的玩起红线球，模样相当讨喜。充气装置还设计互动式红线，可以让游客们拍照打卡，再度掀起追猫潮。感觉这样子是蛮可爱的只有台南有这只猫，七夕的时候也可以来台南求个红线。全新打造12只行阿喵的装置。好，那跟大家剧透一下，它有3种尺寸，好，有气球款的，有1公尺高的，也有30公分高的这种公仔款，那让民众可以各种方式去亲近行阿喵。文化局还推出与爱情有关的周边商品，包括红线手链以及广富号的正元零钱包。第1代行阿喵现在已经逐渐发展为城市意象代表之一。最近的经典公仔款式收藏询问度也增加，带来另类的文创商机。记者苏海棠的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桃园寿山高中的3类组学生，把理科思维带进文学创作，集结出版《听天的回音》。他们把青春期的爱情、家庭到哲学思考等困惑化成篇章。校方还特别办理新书发表会，邀请学者语谈，展现跨领域的创作能量。走进寿山高中校园，3类组的学生不再只是埋首实验数据，而是拿起笔，把青春的疑惑化作文学篇章。在历经1整年深耕阅读与创作后，集结出版《听天的回音》创作集，在15号举行新书发表会。那我觉得在现在的时代里面呢，能够使用文学、使用文字，然后呢，进而去认识自己，然后学会倾听，然后学会表达。最后呢，在209你会看到整个班级他们是团体合作，才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成果出来。我觉得这跟教育部最近一直要我们每一个学校去想到的 SEL 其实是非常非常接近的。那我觉得在寿山高中能够有一个这么美好的种子开始发芽，真的是寿山高中很重要的福分。那我们也希望呢，这样文学的种子跟生命的对话，未来可以延续下去。在指导老师陈明志的带领下，学生们阅读韩江的《素食者》、台积电青年文学奖得奖作品等经典当代作品，再用理科脑的观察视角，发展出兼具理性思维与感性表达的文风。书中作品包含葬礼、宴、年夜饭等，以不同角度探索成长与生命的意义。3位学生也分享创作心情，希望读者能在文字里找到青春的困惑与答案。其中邵薰雅则以自身霸凌经历为题材，用未完成的方式收尾，留给读者更多思考空间。那霸凌其实是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所以想要大家去了解说我们该如何在弱肉强食的生活当中跟平等的社会权益当中去如何生存。就是每个作者会写出每一篇不同的文章，那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什么？那想要去听听读者自己的声音，然后让读者自己去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去回馈给我们。我觉得在我们这种年轻时代，就是在课业或者是这种生活的压力上会比较有这种感觉，尤其是课业。我是希望说，就是依照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故事，大家能在从中找到自己的一些自己心中的困惑与这个答案，这样子。毕竟是自己提出来的，想对上帝问的一些问题，也用一些故事来表达。这个时代的话，可能就是会比较着重于，就是会想知道要怎么活下去，还会想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活得更好，活得更充实。有些人感觉到很迷茫的时候，可以来看看我们这本书，或许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答案。指导老师陈明志补充，这群理科生透过文字的方式，把疑惑化为可能的答案，彼此共读后再回应同学的创作，
因此书名才叫《听天的回音》。在文学其实是需要安静下来的状况下，我反复问他们说，有没有想要尝试出一本书？你生命当中会有很多的疑惑，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你算不算得出来。他们假设我有一个问题，我对上帝发问，我把这个问题化成文字，把这画面，可能是一个事件，可能是一个画面，把它写下来，然后接下来他们彼此的再去共读之后，再给这个问题给予一个回应，同时间也给那一位同学给他一首歌，用歌来回应这个问题。这份从课堂上萌芽的尝试，让学生在文字中与自己跟世界对话，也种下文学的种子。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爱情、家庭、成长与哲学等4大面向里，写下属于青春的疑惑与答案，留下思考与共鸣的空间，期待能把这份声音传递给更多人。记者李承浩，桃园采访报道。迈入第9届的寿山岩观音寺亲子绘画比赛，结合时下环保议题，邀请小朋友们以庙会生活新视野为主题，创作对未来绿色生活的想象。比赛收件日到10月13号，欢迎各地的小画家们踊跃来报名。迈入第9届的寿山岩观音寺亲子绘画比赛即日起开始收件喽！结合时下环保议题，邀请小朋友们以庙会生活新视野为主题，拿起画笔描绘出宗教与自然共存的永续新生活，创作出对未来绿色生活的想象。寿山岩观音寺董事长林明义表示，比赛不限作画工具，鼓励孩子们自由发挥，透过艺术唤起环保意识。今年的绘画比赛主题是庙会生活新视野，结合艺术与环保，邀请各位小朋友拿起画笔，描绘永续未来，描绘宗教与自然共存的景象，创作出对未来绿色生活的想象。想要参与的大家，可以到我们寿山岩观音寺庙里，或者是八德紫玄宫、龟山区回龙里办公处、新北市莺歌区永昌里办公室，以及中嘉宽屏北建的门市，免费索取比赛专用图画纸。我们没有限制使用的作画工具，期盼透过比赛，让大小朋友们更认识我们的管理妈，也提升自己的美术创作能力哦。期待各位小画家们的精彩作品。绘画比赛共分为幼儿园组、国小低年级组、中年级组和高年级组，并特别增设了3连霸与4连霸奖项，要嘉奖不断挑战自己的努力小画家。庙方表示，比赛专用图画纸除了会分发到桃园市各国小及幼儿园外，也会在庙内及合作据点摆放图画纸，提供民众免费来索取。欢迎全台各地的小朋友们，无论是否参加过，都可以踊跃来报名。我们总共分4组，包含幼儿园组以及国小、中、低、高年级组。另外，今年我们也持续开设3连霸与4连霸的奖项，欢迎持续前来挑战的小画家们前来赢得这项特殊荣誉哦。我们图画纸收件从9月12号开始，一路收件到10月13号为止，并在11月22号举办颁奖典礼。无论你有没有参加过，都欢迎来挑战哦。1年1度的寿山岩观音寺亲子绘画比赛，每年都吸引许多小画家们前来共襄盛举 PK 创意。庙方期盼透过绘画比赛，不仅推广更多人认识观音妈，也培养艺术创作力，更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对生态环境的关怀。以上就这周的中嘉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提醒您，屋外式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罪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机房及非法机上盒经销商强力查缉，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件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一氧化碳终结者诺克奖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罪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机房及非法机上盒经销商强力查缉，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件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